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方面报道，北台湾今仔日水汽真多，透早落的大水雨是造成双北市真侪所在拢有积水，包括新北市的蘆洲、五股甲汐止，有的是甚至淹到一个脸啊遐尔悬。台北车站内底这通道也是同款积水，另外影响到机场的捷运。也那北投中央北路二段附近，这暗坑淹水，有2台车受困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经过车拢放慢车速，新北市蘆洲区复兴路往宽体大道方向，大台北市场附近因为透早强降雨，路面规个积水。暗过新北市毋那这边出现积水，轮胎过半。就连蘆洲往五股的爆发积水悬度嘛有半点悬。甚至嘉东路中德国小附近，原来出现细条河。无大雨就淹个啊，无进前暗捌啊，6点就雨大大就开始淹啊。十八透早，北台湾熊熊落大水雨，伫新北市中德国小边的这条巷啊，一规个大淹水，而且看到这乌托邦拢倒伫涂骹，水上悬的时阵，差不多淹到一个脸啊遮尔悬。即马相关单位嘛，赶紧调抽水机来做处理。新北三重埔新庄五股泰山包括汐止，第一时间的强降雨雨量每点钟拢达到70毫米以上，造成真侪所在积水。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强化3级开设，市长侯友宜讲，真侪所在积水拢已经排除。集淹水除了系主有一件是因为工地围墙挡到我们排水系统，所以目前也在抽水当中，其他的集淹水都已经解决。那新北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附近的暗坑嘛淹水，造成2台车掉伫内底，好在是无人受伤。台北车站代替往机捷连通道嘛出现积水，民众一直讲那亲像游泳池。现场有封锁线，工作人员无用清理善后。虽然捌影响机捷的营运，不过积水已经排除，恢复旅客通行。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，到早起9点半，这阵大雨造成16位积水，拢已经消退啊。树仔倒去有5件。气象署提醒，大雨可能会有雷公势那甲透强风，民众出门要注意安全。而且18暗时雨会渐渐减少，19方面会慢慢离开，不过水汽也是会较济，各地也是有落雨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